今仔日有网络媒体以青年参政做主题举办论坛，邀请总统蔡英文、青年团体佮国政党的政治人物做伙讨论。下晡，国民党蒋万安、民进党陈时中甲民众党赖香玲拢到现场，讲家己对青年参政的主张。 年底唔但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，嘛要做伙举办18回公民权修宪案的护国公投。18有网络媒体以青年参政为主题，举办论坛讨论。下晡立法委员也就是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到现场，针对现行民意代表组成方式对青年敢有优先进行讨论。的确，对年轻朋友并不是这么友善，不管是从保证金组成方式，对地方议会的议员来讲。 我们看到可能年轻人的比例并不高。如果政党你可以愿意多提名一些年轻人，把它放在排名比较前面，其实也是对于年轻朋友的重视。议员不分区，是不是可以提高年轻人参政的机会？蒋万安2点半离开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3点随到，以安怎放领青年参政限制为主题来分享。有年龄的限制或者学历的限制。 可未来在现在网络的时代，整个资讯透明的时代，这个情况应该是不在了。在这样资讯透明，而在做任何的限制，我认为都是歧视了。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公民加强监督了。 全体对于候选人的监督，我想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。民众党毛通市长参选人赖香玲来参加，伊针对青年被选举权安怎放领，提出以立法来引起实现的想法。公职人员选举罢免办法以及总统、副总统的选举罢免办法，有没有可能一起也把这个投票的年龄直接在法律上修法？那修法如果在立院通过了以至于在现在，因为跟宪法130条的修正没有过，会形成一个法律上的汉格，而能够去采取在宪法法庭做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解释跟审定，来弥补现在修宪之难度的这个高门槛。3党政治人物嘛，搁一摆发出支持18回公民权修宪案，安怎以青年议题向少年人的支持，加做国政党重视的课题。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。